食药署公布，新北市双河两项的鸭卵，还有屏东县李港乡农会超市的蚵仔，拢验出会引起癌症的禁药乃卡巴精，还有抗竹力这两种药啊，已经依法甲因罚3万块。业者表示讲，这鸭卵拢是对大挂来的，应该是饲鸭场出问题。 各种鱼货放伫货架，民众是拣甲真详细，希望甲上市的鱼买转去。但是屏东县李港乡的农会超市进前卖蚵仔鱼，或是药素是验出应该是袂当检出的复原性抗触力，这批有问题的鱼货已经拢总互摕落来回收。查到来源是嘉东乡的一个养殖户。同批产品并已令业者下架回收，不得贩售。本府将加强市面上鲜鱼产品稽查。 另外，这间伫新北市中和的双河两行，下晡铁门是拢拖落来，因卖鸭卵进前共款互验出有袂当检出的药物饲料添加剂乃卡巴精。两行的张老板嘛真无奈，伊讲家己卖的卵嘛是公挂的，问题是出伫养殖场。说产地饲料出问题啊，产地养鸭的说那个是饲料厂商出问题啦。 反正我们就是追溯源头嘛。肉的话，它是可以有停药期，但是药代谢完就可以。但是蛋里面不得残留，蛋它天天会下，所以这种就是不准用了。医师讲，乃卡巴这虽然是合法，会当加伫鸡鸭的饲料内面来预防球糖症，但是伊伫鸡肉、鸭肉的残留量是袂当比0.2 ppm 更较济，两片的部分应该是袂当检出。 乃卡巴精在动物实验会影响那个胎儿骨骼的发展。民众如果体质敏感，吃到鸭蛋中有乃卡巴精的话，它会出现一些过敏反应，例如皮肤长荨麻疹。食药署已经依法拢罚3万块，屏东县政府嘛启动预防性的山洞管制措施，在后摆出货进前一定要经过完整的抽验，拢总无问题，才当解除管制来出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